在數字化浪潮席捲全球的今天，商業的本質正在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重構。在舊的體系裏，我們被困在流量的囚籠，每一次消費都只是在為巨頭築起高牆。覺醒的時刻已經到來，雙擎科技作為全球首個代金券激勵型實體家電商生態平台應運而生。我們深耕實體賦能電商，通過獨創的代金券激勵機制，讓價值的真正創造者消費者獲得應有的回報。在這裏，每一筆消費都不再只是支出。從本地生活到全球跨境貿易，我們打破地域邊界，構建無縫銜接的價值網絡，以香港為核心，以合規為基石，開啟人人分享、人人消費、人人創富的新征程。加入雙擎科技，重塑全球消費格局，讓你的每一筆消費都成為投資。